放低彭順偷食，李心潔現身話放下了，向前走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哋熱烈歡迎彭順偷食一役嘅最終 winner，Miss 李心潔。嗱，唔好問我佢有冇創傷後遺症啊！我淨係見到佢前晚喺尖咀出席自己有份拍嘅港視劇殺波，一路都 keep 住呢個招牌笑容咋。有兩個可能，一係佢見鬼，一係佢根本已經放手放低所有，放下噶啦，過去噶啦，向前行噶啦。我原來係後者，咁啊真係好啦。根據心潔口供，彭帥仲對佢好好，雖然冇嚟探班啊，不過都有幫佢對下劇本。我哋而家其實係定居喺馬來西亞嘅，咁所以嚟香港都係嚟做嘢。佢不嬲都好支持我做任何我中意做嘅嘢。即係和好如初啦，之前嘅事咪當撞鬼算咯。以藥堂為全港市民健康把關，日日 keep 住食，藥箱都變成首飾箱啦！快啲去萬寧買御藥堂產品啦！